老酒鬼，老酒鬼，你要的蛤蟆酿给你送来了。白经理，你逃不掉的。躲了这么久，老娘也躲累了，拿白经理去复命吧！师傅，师傅，姑娘，怎么了？师傅在吗？今天谭老爷子来找凤前辈讨酒喝，应该都在里面。小心叫官兵！哇！师傅，开门！凤姐，师傅，凤姐。让开！师傅，师傅，站住！别跑！师傅怎么样？他为什么要杀你啊？老二，离开这里，隐姓埋名，找个地方躲起来。只要不是长安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你再说我，帮我找大夫。不要找大夫，师傅想喝酒，喝好酒。酒，姑娘。好酒，确实是好酒。再来一个。凤前辈，凤前辈。